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其他日又搁出现本土病例啊，是一位染病印尼技术的后生，也搁有着技术的印尼朋友也拢确诊，相关的行踪也等着追查。受到风太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部开始落雨，另外台中也等着走出水源，见到工地的地下水，若是水质透冻的，也会扣来用。气候领袖时信峰会拜登和习近平头一届讲台，甚至表示讲，愿意针对着气候议题展开合作。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出现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啊！华航有一位印尼的货机技师伫澳洲去phòng检出确诊，指挥中心也赶紧追查伫台湾的接触者。结果，这接触者当中有2个人确诊，一位是技师的同事，是50多岁印尼查甫人；另外一位是甲印尼技师带做伙，10多岁后生。也因为技师的后生拢毋捌出国过，抗列做是本土病例。华航机师染疫一直病，也阁造成国内社区感染。疫情指挥中心进前接到澳洲政府的通报，有一个华航印尼籍40多岁男性货机司机，4月20日前到澳洲的时阵，家己感觉哪后腔，伫当地检出新冠肺炎确诊。指挥中心立刻针对个案，伫台湾接触的人来进行采检，其中有2个人确诊。按109是印尼籍10多岁男性，是澳洲染疫技师做伙大的后生，最近无出国，平常时拢伫厝，线顶还是印尼课程。4月2日出现然后打疼、头晕这个症头，经过采检了后才确诊。按109是印尼籍50多岁男性，是澳洲染疫技术的同事。4月7日执勤飞美国，返来台湾了后检疫期满，采检是阴性。不过隔天就出现会痫、身体就要发烧的症头，经过食药了后改善。后来因为一定要回去印尼探亲，除非采检才确诊。按109也成为国内让72天后再一次出现的本土病例。基本上它是会被列入我们的本土的案例，它是109年9月19号入境台湾，那中间没有再出国去。外界是关心新增加的2个技师是毋是甲进前确诊的2个本国籍华航货机司机有关联性，但是中是讲这2个事件毋是同一个机队，无定塔性。新增个案的感染情形比较较亲像3人当中有1个人先防卫着，才互相相卫，不过需要更较侪感染度才有法度查清楚。同时也要求华航爱启动扩大采检的计划。居家检疫或者没有在飞的，基本上我们希望在下礼拜在假日之后3天内，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完成来。因为最近华航机师已经有7个人感染着，对于这件代志，华航发声明表示，疫情资讯统一由指挥中心公布，机组员执勤拢真严格。遵守防疫规定，也会专业配合疫调，扩大采检者的要求。鼓励所有机组员爱注新冠疫苗，强化自身的防护能力，也已经依照着机组员的意愿，陆续安排注疫苗。5月开始，会伫机组员班表当中加速安排大规模注射。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也公布，伫澳洲染着病的印尼技师，以及新增加2位确诊病例因的行踪，其中因3个人拢伫咧4月16日时阵，北去到台北的清真寺参加活动，而且拢无留任何的防疫联络资料。另外，这位伫澳洲检出阳性的印尼技师，4月19日下晡也捌去到桃园大园啊清真寺，甲全联路德南德店相关单位也拢已经完成消毒啊。桃园大园清真寺传出澳洲染疫印尼籍技师19下晡捌去过，桃园市卫生局派人消毒。清真寺证实这个技师迄一天捌来过遮。我有联络他说他一个人过来礼拜这样。哦，就是他当事人自己一个过来就对了。对。大概哪一天啊？19号。确诊个案不止去过大园清真寺，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的疫调卡者，当日下晡4点捌去过全联路德南德店消费。桃园市政府卫生局进前已经完成大园清真寺全联路德南德店的消毒。我知道都不敢来，还得了？当然会担心啊。根据指挥中心疫调结果，伊密切接触者有2个阳性确诊者，包含伊后生1090例，甲伊同事1091例，3人伫16礼拜5。12点到1点，捌斗阵去台北清真寺，因为迄一天是主拜日，也就是伊斯兰教的主礼日，人比平常时较济。内外总共有400人，而且无用签名字。也条公布迄一天台北清真寺外口有未少的信众，门口打今仔日暂停主拜的公告。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已经隔了1个礼拜，为什么不讲啊？为什么昨天晚上不讲？他才知道，现在就是来了才知道的，就是不能进去。8、9天呢都很正常，没有听就是谁有发烧，谁有咳嗽，谁有什么样。有教导怨言，指挥中心动作班未少教导，甚至到昨也过去清清市祈祷，烦恼爆发感染问题。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截至暗时2、3早起，台北清清市已经完成大挂消毒。我们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都有去这个清真寺做消毒，那目前都已经完成消毒了哈。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通知清清市，为今麦开始停止对外开放1礼拜，佮配合指挥中心做疫调，无排除扩大消毒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关心最近的天气，受到风台疏离之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台湾附近的水汽变真多。气象局下晡也针对着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另外，伫新北市和基隆也拢有伫咧落雨。不过中南部地区可能要等到礼拜过后，华南分雨下接近，到时阵北部、东北部有明显的雨水，中南部也有机会会落雨。对流云系发展真旺，台东地区23下晡落大雨，受到苏力基、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对台东地区发出大雨特报，提醒注意地势的强降雨。到下晡，台东县成功镇的多力累积雨量超过60毫米，延平乡累积大约30毫米，新北市的三峡也有归人的暖暖，一天内有超过25毫米的雨量。主要的降雨它是位于北部地区，所以包括桃竹苗地区的降雨可能会稍微明显一些。不过这个降雨量并不是非常充足，可能是零星慢慢的补充。趁对流云系瓦近台湾，水利署也发动人工净雨作业，在石门水库也有玻璃水库陆续放净雨验证，把每一个局部地区落雨的机会发动净雨作业。对水库不无小补，还是稍有注意。伫中部的德基水库虽然前一天落一寡雨，也过23无等到落雨，透水量也下降8公分，也过早起又出现旱过代志。位在水库下游的排洪放水公布，对透早6点外开始一直放送，上游就要放水。经过大甲区电厂遥控中心确认，是有碰气卡到电线，造成跳电，才引起广播系统无正常。广播叫区里面的钓客要离开，以策安全。不过，伊迄放水到底是甚物原因，我唔知啦。当无落雨，民众拢真失望。根据中气象局预测的资料，礼拜了后，华南分雨系来东移，会有较大范围的云层会来到台湾的上空。到时阵，北部东半部落雨会真明显，中南部也有落雨的机会。不过预测中南部的雨可能也是落伫山区较多。记者综合报道。中部地区除了限水以外，也拍拼找水源。目前台中市区有65大建筑工地的地下水，会当提供予民众做洗肠使用。最近若准较好的，会当当作是民生用水。亲像伫台湾大道边仔的建筑工地有12口井，每天会当出水4万吨。另外限水了后，自来水公司开始送水啊，煞一寡伫咧线路尾啊徛加水压较细，无水通好用，袂输是亲像停水停3天共款。怪手紧的时间，准备大厦边的管线，最近实在紧张。台中市区台湾大道边的这处工地，除了提供地下水源予民众来使用，线路还会导入去自来水的管网，提供成为民生用水的来源。台中的地下层都属于软砾石层，那含水量丰沛。那以水质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是麻园头溪的起源，会提供将近4万吨的水进到自来水的水网。经过自来水厂的过滤之后，供入大台中这个民生的用水。目前台中市区有65个工地将地下水提供做储集水来使用。因为伫台湾大道边仔这处工地，因为位伫麻园头溪的汇流处，水资源丰沛，水质真好。目前有12口的水井，每天提供3.8万吨的水量，预算5月底就会使完成。而台中地区目前实施中午停止，所有市区的民众被迫停水3天。一滴水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做生意啊！我所有东西都要用水，我只好去买矿泉水回来先占用。台中市西区的成平里，属于公路停止假区。我们礼拜3、24点就会复水，不过直到拜四要拍开水道头，毋是主要真细，就是甚至无水，踮加坡道来做生意。民众的生活嘛真无方便。当地里长表示，受到影响的大约800多户。大概8点多9点左右有来了一下水，那个水大概来了大概5分钟左右。因为它的管线管径
还有就是说用水人口的增加，大楼很多嘛，那用水人口会增加，那这样就会有影响到它覆水的时间了。台水公司表示，这个地区小区域广线无断，加上附近店家还佫住宅真济，用水量嘛真大，再雨水就出现时间差，除了调节水流量以及水压，必要时阵嘛加强送水，减低对着民众的影响。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有的人是插价将棺材，毋过插钱就该摆。中华检方接到民众检举，讲中华溪湖有业者抽地下水，说假造是对南投玻璃来的，搁伫咧加水站甲这水排出去。检方表示讲，业者对去年底到这个今年4月，已经卖12000多吨的水出去，所赚的乌心钱大有600多万。真简单的加水站用铁片围条咧，外观看起来是真旧，就位在中华溪湖的庄卡。不过外口却是讲这是玻璃的山泉水，也打出检验的证明。不过检方查出业者其实是抽用溪湖当地地下水，不过却是讲这水源是来自南投的玻璃。加水站的业者以2口地下井抽水之后，经过过滤的设备储存在大水桶之后，再以水车再载运到他所经营的29处的加水站。检方查出业者对2018年12月到今年4月，已经卖出12100吨，伫中华11个乡镇29处的加水站，以1桶20公升卖10块，不法所得是600多万。涉嫌违反刑法诈欺、虚假标示，也佫违反涉案坏债罪嫌，下令交保新台币50万块。你知影讲买山泉水是假，常常来买水的民众是感觉真难接受。20公升10块啊，结果讲抽到地下水去用骗去啊。后来就是水权问题停起来，所以即马外口坊间足侪加水站，它也是标榜普里山泉水，但是实际上拢唔是啊。业者强调有合法摕到地下水的水权，也毋过表示却是玻璃的地面水，名实无符合也是事实。实际上来街路看卖，袂少加水站拢讲是玻璃的山泉水，也毋过实际上看一下检测的报告，无一定真正是来自南投的玻璃。大家消费者的习惯了，听习惯了，信心吧。从来就不看普里这2个字，我们是尝试过以后才决定继续喝。即阵中部地区也伫实施供水5天停水2天，袂少民众拢会伫加水站买水。台中市卫生局讲，即阵台中市对加水站有卫生管理自治条例，产地水一部分是归产地环保主管机关来监管，市府也对水质甲密度加强来抽验。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咱国内开放美国猪肉了后的问题。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在去伫立法院的国事论坛顶头，针对着美国猪肉的去向，伊讲出一句：敢讲万家顶所卖猪脚，敢拢无去拦着咧。讲出这款的话语，当然引起万猪脚业者的不满。业者也提出8篇来源来证明，因所使用的拢是台湾猪肉。业者也爱李德维出面来回释咧。万峦猪脚都是台湾猪。林家办台海防大争论，民党慢慢地下起来，业者排几日要求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回释咧，都会上都是这话。行政部门可以告诉我们，这些进口的猪肉、猪肝、猪脚到哪里去了？难道万峦街上卖的猪脚都没有被鱼目混珠吗？用政治的口水来喷脏了我们的万峦猪脚这个美食。第二，我们要抗议他用政治的打手来打击在地的地方产业。国民党立委李德维伫立法院国事论坛，引用猪肉机标中的资料，点出20测到4月至止，美国进口猪肉有1087吨，伫其他营价部位有761吨。至于美国猪肉流向无清楚线勘测，慢慢猪脚肉品来源，服业者真生气，提出肉品来源先不检定这资料来澄清。就因为你一句话，抹灭了大家的辛苦，抹灭了大家的努力，你认为你这样做是对的吗？请你给万峦猪脚们的业者一个交代。口味上还是会有差异，毕竟台湾的猪肉跟国外的猪肉的口感还是相差很多啊。这5年来每个月都有稽核，可以看到每一个店家所有出具的整个产地的证明、屠宰证明。业者大动作捍卫名声，也在现场食猪脚，请消费者放心。都惊几10年来苦心经营向上，因为几个月就去了。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铁道路故事故造成49人死亡，卫福部拢总收到11亿1000多万的善款。落尾卫福部也甲善款管理委员会当中2名受难者代表委员增加到上侪8名，当时会当进行发放的，目前是还未定案。台铁太鲁阁号事故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轻重伤，一寡家庭也因为安尼破碎。花莲县政府开设的捐款小户，拢总募款1490多万，会全部用伫设置伫县内的罹难者家属甲受伤的人，其中罹难者每一个人会发放100万，受伤的人依照轻重伤发放14万至47万不等。成立赈灾专户的卫福部募款11亿1000万，安怎运用各界关心。只是进前外界质疑讲，善款监委会的委员名单10名代表敢若2个人，比例伤少。卫福部开会了后，决议提高罹难者家属，其实是伤者代表名单。我们将罹难者家属或伤者代表的名额修正为2至8人，超过8人的时候，这些有医院的家属或是伤者的话，大家可以来互相的推举。超过10亿的善款，完整公布罹难者家属每一人发放1500万，受伤是10万至700万。现场看到的乘客心理慰问金每人1万块，但是教育方面是有1亿2000多万的经费，只是什么时阵发、安怎发，都要听候到家属代表产生了后，赶紧召开委员会，才有法度最后定案。我都是觉得政府就是类似工作效率有点太慢，就是很多都还没有跟我们讲说那一些非常的东西啊。若讲政府面单，国民团代表部分罹难者家属伫面册写文章批评政府利用事故募款，各质疑代替推卸责任，将工程承包出去，却是无落实安全防护的监督，要求代替甲政府爱互因交代。若是后续的经办情形，花莲地检署原来有做出回应。就台铁局、设计建造公司、专案管理公司有没有涉及不法？专案小组都还在持续积极的侦办当中，并且我们已经陆续传讯多人来听案情。检方表示，除了第一波起诉的人员以外，也有多一寡人牵涉到不法，需要负刑事责任，包含台铁局、设计建造公司，拢爱赶紧侦办了后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真侪家长互囡仔伫咧外口练习溜道，是要互囡仔来强身健体。不过，伫台中丰原有一个7岁查甫囡仔，即一直校外上柔道课，可能是咧练习时阵，去互其他学生甲教练轮流摔20多届。指出一个查甫囡仔当场是吐了后，佮昏迷，送到病院急救了后，医生也宣判脑死。查甫教练伊有承认讲，伊有摔囡仔几落届，检方侦办了后，也甲即个教练依照着业务过失伤害罪，该移送法办。这7岁查甫囡仔互医生宣告脑死亡，规身躯拢撒讲，即阵靠机器喘气卫生，互家长是真伤心，真毋甘。台中丰原即个囡仔伫伫校外道馆上柔道课时阵，互学长也个教练连续摔20多摆，囡仔跪伫涂骹大号，其实无人插，最后当场昏去。瞳孔已经放大了，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他是做什么事怎么会伤成这样？我说柔道啊，他可能听到柔道可能会跟那个头脑有关系，他说那我马上照那个电脑断层，结果照出来之后发现他的颅内严重出血。好好的囡仔上柔道课，却上摔到脑死亡，互家长甲亲属拢无度接受，还有一个教练失职。台中教育局讲，开办的单位是台中体育总会柔道委员会，上课所在是一间国小大馆体育馆。2、3来到柔道馆的门口，打着暂停练习的广告。没有为什么啊？也暂时之类的。听说有小孩子好像在这边受伤，是不是？这个我不清楚。警方表示，涉案男教练承认有做摆摔一个囡仔，即阵检方已经指挥侦办。男教练质问了后，依照过失伤害罪嫌上班，是毋是其他学员涉案，也等待警方进一步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本岛伫这个月10月爆发着牛结扎症的头一个案例，农委会伫3天内苗栗以北的市区场也拢全部注疫苗啊。对于国外订的疫苗，昨暗也来送到台湾咯。农委会也希望讲，伫咧2月，也就是后礼拜3进前，全国的牛拢会当注着疫苗。用低温保存的牛结扎症疫苗，为订购开着会，并开1礼拜时间。22号下午8点外，为南非疫苗银行运到桃园国际机场，一个18万剂加贴卫生检所。23号半暝1点外，展开点收确认作业。中岛进前个已经由全台湾13县市防治所领登去住。
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表示，为今项的经验来看，验证主疫苗对防堵疫情上有效。大概1个礼拜以后，也就是完全没有再有任何产出有临床症状的这个病例了。也就是说，告诉我们疫苗非常有效。新北市南口这间肉牛场15号确认发生台湾本岛第1例牛结节症确诊案例。病牛已经扑杀，嘛伫3天之内完成苗栗100饲牛场的疫苗注射。优先做的是骢牛，来是肉牛甲野羊牛。传出骢牛若注疫苗了后会出现牛龄减少的情形，不过这个实际注了后，陆龙表示并无上大影响。牛只身体的反应以及生乳的产能都没有什么变化。为着要把疫情控制来，避免摊开，疫苗会以上紧的速度来做，估计伫28号完成。但农委会表示，注疫苗无代表会当高枕无忧，农民嘛是要监控牛的健康。地方防疫所有缘爱定期查访。目前也无法度掌握环境当中是毋是阁有带着病毒的蠓仔和神经传播源。记者郭俊霖台北报道。伫咧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禽园啊，进前保育人员发现讲，伊的头前齿断去啊，而且内面的牙髓也走出来。经过医疗团队评估，讲一礼拜就要进行治疗，也顺续改做健康检查。一日啊，坐伫涂骹食竹啊，一日又搁走来到友谊家耍。禽鸟园啊，真古水的模样，吸引袂少民众来甲翕相。它很可爱。就是脸肥肥的。我们刚才去看那个元仔他们，不过还有拍照呢，嘿嘿。囡仔拢感觉园真有活力。其实这礼拜园在进行喙齿的手术，这要满8岁啊，今日初互保育员发现，肚皮下门的门齿断去，造成齿头拢流出来，我是决定替伊抽神经来治疗，顺续拔髓检查，整个过程在2点钟内底完成。那这个模式做好之后，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因为牙齿拔掉，旁边的牙有可能会挤过来。我们也可以透过细腻的观察，及时提供动物很好的医疗服务。园喙齿来断去，动物园表示，就算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拢有各种的可能造成喙齿的损伤，动物也是有这种情形。拿什么东西比较不小心啃到硬的食材，那或者角度不对，都有可能造成一点损伤，或者当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不小心去乱啃咬什么东西的时候压迫到了。动物园讲，即阵是用较软的物件互伊食，园胃口真好，恢复情况也袂歹。抑我未来也是继续观察园后续的喙齿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我说分明，由美国主办的气候领袖视讯峰会伫2223举行咯。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全世界40位领导人来参加，针对着全球气候变迁议题进行讨论对策。而且伫这届峰会当中，各国也拢答应要减少碳排放。美国和中国甚至表示讲，愿意针对着气候议题展开合作。由美国主办的气候变迁领袖视讯峰会12开始，40位领袖共同参详如何面对气候变迁危机，各种目标放在减少碳排放。美国总统拜登伫书时表示，未来10年会是全球应应气候变迁的关键10年，美国会带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The United States sets out on the road to cut greenhouse gases in half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第一摆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会，进行中美达成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两国愿意伫气候议题展开合作。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在会中，伊表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我坚信，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气候环境挑战。全球石油甲天然气生产大国之一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会尽力对抗气候变迁，未来30年碳排放总量要比欧盟较低。另外，印度宣布甲美国展开绿色合作，投资发展清气能源技术。过去，互人批评野心报告日本，首相建议维持上修2030年减排目标到46%，全国各承诺减少碳排。瑞典环保小女通贝利认为，将患者无重视气候变迁，更应该减少解决关键的危机。If we are to live up to our promises and commitments in the Paris Agreement, we have to end fossil fuel subsidies,
stop new exploration and extraction. 在英国环保团体反抗灭绝不满，为风景航向燃煤企业提供融资。在伦敦的总部示威，讲破大楼窗仔随后被警方掠去。为风景航发言阁一摆强调，因会伫自控年进前停止资助燃煤企业，阁伫2050年达成客户净零排放。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台湾伫咧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甲格瑞纳丁，经过火山爆发了后，大部分的所在拢卡一个火山灰，农作物甲食水以及着基础建设拢受到严重迫害。目前一切有超过6200人秘伫咧政府的避难所内面。联合国也发起全球性的捐募款活动，希望会当创造美金2920万来协助灾区重建。联合国的救援小组亲身前往加勒比海的圣文森岛，查看过去2礼拜索夫类火山爆发，甲当地所带来灾害。车队经过所在，看起拢是雾焦土粉，厝顶搁积差不多20公分悬的火山灰。总人口10外万的圣文森加格瑞纳丁，1979年以来都毋捌拄过火山爆发。不过圣文森的本岛北部索夫类火山，为1902年夺走1000多人的性命大爆发以来，都一直是休眠的情形。这个月初9大爆发，造成厝顶农作物拢受损，居民水源受到污染，当局紧急撤离超过16000人。My name is Ephraim Sam, 79. I was wrong, and I never really said anything like this yet. 但是到即马火山也是一直伫喷火山灰，专家警告，落雨了后，这个土煤膏啊，对灾区的安全威胁，更较是要注意。You see this as a little stream, but when you have rains in the mountain and you don't see it down here, this becomes a deluge. They've washed away vehicles. 估计有超过6200人分布伫首都金斯顿附近88个政府庇护所。除了这以外，也有几6000人挖去民间庇护中心救助。联合国20已经发起全球的募款活动，希望会当募集2920万美金的经费来协助灾区重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昨有一位香港电台记者蔡玉玲去互法院判虚假陈述的罪名，罚港票6000块。罪行是讲伊申请查阅其他内容，说是去查反送中运动当中721元朗事件涉案的车辆资料。这也是香港头一届有记者因为采访的需求去查公开资料，所起互定罪案例。在民众甲媒体支持下，香港电台节目编导蔡玉玲行出西九龙法院，其后法院判处虚假陈述罪名成立，罚港票6000块。这是香港第一摆有记者因为采访需要查阅公开资料，互人定罪。香港记者协会批评判决摧毁香港只存的新闻自由，是香港新闻界上黑暗的一天。今日嘅判決係令人難受嘅，係傷心嘅。我會認為今次法庭裁決嘅唔係我一個人啦，係成個行業啦。这案件是因为蔡玉玲制造一个反送中运动期间，721元朗攻击事件报道过程，因2摆透过香港公司所网站精心查阅涉事车辆的资料，后来却被检警指控，伊摕到资料用伫报道，伊当时写的用途是其他有关交通甲运输事宜，涉嫌不实陈述。其实这报道伫宣判前一天，才摕到香港新闻自由大奖，甲判决正做强烈对比。好平常、好常見嘅一啲嘅做法嚇，即係喺一個咁唔明朗嘅情況之下咧，可能都減少咗好多車輛嘅查冊。當呢個政策成為咗法律嘅時候，大家都要尊重，傳媒朋友係冇特權。这判决也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的发文表示失望，因为蔡玉玲是新闻自由导师，重新列下声明承诺香港人有新闻自由。纽约时报指出，新闻媒体正做北京迁都已经做新目标。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也表示，不应该以法律压制合法的新闻工作。对于香港目前已经限缩得非常严重的新闻自由，那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未来就更加难以发挥监督港府的这个功能。学者认为，未来香港媒体恐惊咧做调查报道时阵白卡白手，也无法度发挥监督港府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最近的台股一直在创新高，日的成交金额也创下新台票6523亿，8800万的数字，落尾起203点，收伫17300点。另外，消费需求变强，出口量也大大增加。台经院也救援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5.03%，比1月所预测的增加0.73个百分点。礼拜四大盘爆量收乌的阴影，台北股票市场早盘以小可起20.52点开出，虽然开盘较无10分钟就出现起落，不过伫台积电、联发科、联电这三大宽达股扭尾盘的影响下，盘中原来起超过100点，总量收伫17300.27点，大起203.30点，成功收复52线，成交金额是4542.63亿。传产的部分虽然昨天跟今天都出现拉回整理的走势，不过今天也有很多的传产的股票最后都拉出了下影线，跌幅缩小的情况。所以如果说美国股市能够回稳不排除下个礼拜台股还有再站高点的一个机会。最近台股一直创新高，日的成交金额佫创下新台票6523亿8800万的大量。财政部处长也是个人基金执行秘书吴清华就讲，台股指数量价拢起，徛上历史新高，主要是市场资金充足，国内经济基本面良好。去年以来，就下半年就开始一直往上拉，但是我要提醒的一点就是说，任何的投资都有风险的。虽然全球疫情南面好南面歹，不过台经院是讲国内经济恢复的力度强，制造生产真收入。咱国内伫团产甲科技产品出口甲集团的表现真赞，以及半导体厂商持续投资先进的制程，有助带动内需。所以大幅度收关2021年经济成长率到5.03%，比1月份预测的收关0.73百分点。消费超乎预期，还有投资，台积电这个是一部分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离岸风电、太阳光电等等，这个持续在那个经济部统计处原来公布3月份批发零售业甲餐饮业的营业额统计，因为内需市场持续收入，批发业3月的营业额达到一条103亿，那头一遍跳，搁互零售业第一季的营收达到一条79亿，业甲餐饮业今年第一季营收额达到2072亿，这拢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关系到承办的劳工权益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草案，劳工团体诉求这部法已经10多年啊，总算今仔日立法院伫下晡的时阵完成三读。职灾保险法是强调单独执法，整合职灾劳工权益，除了会当保护劳工以外，会当分担着雇主的风险。护法制定通过。立法院长游锡堃宣布，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草案三读通过，全国10外个劳工团体联合组成的职灾保险单独立法推动小组，透早就亲身到立法院关心，要见证这部推动10多年的职灾保险法已通过立法的历史时刻，跨党派经济立委也来支持。纳保的范围里面放进了家事移工，最后甚至连这个照护的补助，其实我们都把它给放进来了。雇佣关系并不是这么明确的，我们也都把它纳入在保险的范围。我们就算完成三读，这也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后续的落实才是更加的重要。劳团表示，职灾保险对劳工或者是雇主拢保障，其中扩大纳保范围，4人以下小公司强制纳保，有个新增加33万劳工受惠，投保薪水部分提悬，投保薪水上限甲下限，有个雇主负担每人每个月加增加27到57块，佮提升非典加薪劳工职灾保障，另外也提悬伤病补助，实发了调整做2年拢是平均月投保薪水70%，加4年年金。新制会依照适龄程度，按照平均月投保的薪水给付。这部法案过了之后，还有很多相关的执法必须去完备。我们职安连线会一本着初衷，会强力的监督这些相关配套的措施，让这个法案尽速的落实。职灾保险法礼拜五三读通过，除了即卖已经加保职灾保险劳工以外，佮扩大职灾保护网，推算新增加33万人，应立即保障7100多万劳工应受惠，也是伫5月劳动节进前，互劳工上好礼物。记者综合报道。
中科院昨暗伫台东外海试射一粒无限高度的飞弹，军事专家研判应该讲这是天宫3真天型的飞弹。另外，国军的汉光37号电脑兵力推演今日开始咯，会进行8天7暝，这是有史以来上界长的一届推演。这回重点是无记中国侵犯台湾上界严重情形。国军汉光37号兵推23开始，要进行8天7暝思想上长。国防部指出，这摆兵推是逐天连续24小时复合式兵推，以上严格敌情威胁状况，模拟强军犯台各种可能行动。国际情势、还有政治状况、还有经济情势等等这种情境想定，也可能就是包括友军的一些协防或是联合行动。国军最近5年汉光兵推形式一直改变，因应解放军自2017年开始增加真侪机舰鸟台，兵推的时阵就以 F-35等新式战机应敌。2018年开始，无过以未来式做背景，该台海当前敌情做基础。2019年将中共假信息作战加入兵推的项目。去年，佫将强军部分中部战区部队纳入环台兵力，兵推当中现实状况拢会正做重要的建军参考。另外，汉光实兵实弹演习会伫7月开始，按算动员8000名后备军人参加。考虑疫情风险，第1年无邀请美国方面来台观摩。火光冲破夜空，2日暗时，中山区夏景公园伫台东试射一粒无限悬飞弹。过去中科院试射火炮，拢会出现伫南苏外海的解放军情报群，这摆无出现。军方研判可能是因为风台。它大概射高4万公尺到5万公尺左右，很接近所谓的天宫3增程型。根据气象所公告的射击通报，这个月2到9的其中4天，中科院拢会伫东南部海空区做火炮试射。另外，国防部继续向美国争取买的 AGM-158远距强力飞弹，美国方面是不是会卖予咱？美国国务院是低调无表示。Our support for Taiwan is rock solid. We continue to have a dialogue with Taiwan. 普莱斯表示，对台承诺，美方会继续甲盟友合作，维持台海和平和稳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的考旱依然是真严重，因大庇湖水库目前的水量无够4成。高雄对10日开始洗车场游泳池已经先暂停送水啊。高雄市劳工局嘛表示讲，那因为限水所造成劳工的工作时间以及着薪水减少，头家会当向劳动局来通报减班休困，劳工就安尼生就会当紧领就业安心报道。原本乌景秀丽的大庇湖，即马煞看到草坪甲搭甲碧开的涂骹，变成一片草坡仔，互民众看了真稀奇。水前的高雄煞一直无落雨，高屏溪南河沿的水落度提悬，嘛互净水厂无法度处理高落度的原水，才互水源来自南河沿的大庇湖出现安尼的现象。澄清湖水库它有做一个这个导流幕，我们把南河堰这个高浊度的水，经过这个初步沉淀，所沉淀在这个导流幕的这个东侧，民众会看到底部的部分。欠水嘛影响到部分行业的生理。高市府进前宣布，17号开始，公私立游泳池、洗车业停止供水，真侪民众为着省水，嘛自发性的减少洗车，影响到洗车业的生理。大家有些环保意识的话，可能会对节水来说话会做出响应这样子，对，所以对我们业者的话，业绩大概差不多也掉超过3成有。事业单位可以跟劳工朋友去协商做减班休息，对。如果说减班休息的话，事业单位这边可以提相关的一个训练计划，申请充电再出发的一个训练经费的补助。高雄23号透早开旱灾会议，水利署长罗建成认为，最近台湾地区下晡的雷阵雨对高屏溪的水量可能有帮助。但市长陈其迈认为，目前省水的成效阁有改善的空间。会长嘛要求水利局甲自来水公司评估，是毋是阁有其他的水源会当开发。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为着要提升性别平权意识，台北市教育局日前有讨论，因要学外国伫台北市10间的国中试办，逐个月免费提供1包卫生用品予查甫学生。不过目前全台北市只有26间的国中和高中有设卫生棉的贩卖机。就机关这边讲，这数量是真不足，应该是每一间的国中小拢爱有一室。
国中内底贩卖机卖真侪物件，有芳、脆食面、饮料，也有卫生棉。不过，即阵全台北市只有26间国中、高中有采卖卫生棉的贩卖机，而且多数学校只有一台。台北市议员阮朝阳认为，贩卖机数量不足，依据查某囡仔初经的平均年龄下降到11岁，卫生棉贩卖机应该普及全台北市国中、国小。不是只有在国中、高中的这个校园里面必须要来做设置，而且设置的场域应该要去考量的说女学生她的取得的便利性跟她的隐私权。民团也讲，学生正是青春期，卫生棉甲其他商品放到店卖，而且离便所真远，无考虑女学生的私密甲方便。不过，中原国中校长吴国安认为，这种男女性别教育普及，学校要健康教育课程，配合女学生唔敢买。担心说别人在看你在买卫生，你会让你觉得不自在吗？其实还好哎，不会，就没有这种感觉。有过一次是跟老师借卫生棉，然后旁边的男同学都在一直在看，然后就会突然说：“哎，你那个来了。”可是到现在就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台北市性平教育也做得很好，不太因为说这个有男学生在旁取笑，或是说做一些干扰，男人们他们就不敢去买卫生棉。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学生若临时有卫生棉的需求，伫校园的健康中心拢会使提，无一定爱公设贩卖机。而卫生棉贩卖机的数量甲设置的地点，由学校家己讨论。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去健康中心、保健室去领。最近团是台北市要学国外，经10间国中试办免费发卫生棉。教育局讲，即阵敢若伫研议阶段，也伫做评估。记者自从报道。伫咧新竹有一位少年妈妈，伊用刀啊刻出一粒一粒的大文字印仔，多样也拢真古锥，受到大人囡仔喜爱。用手工豆豆刻古锥多样，甲大文字斗搭，看起来真趣味。也请问头起先只是想要互厝内囡仔有甲别人无共款的佚佗物仔，想袂到家己煞渐渐迷着创作这条路。创作灵感都是以我女儿为主。一开始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女儿属老虎，所以我是一个老虎的头，然后她的嘴巴里面就是刻我女儿的名字。设计东西都是以小孩为主，亲子为主。对我都常常告诉我，虽然我在做的歌，我都告诉我自己，我的主业是妈妈，这件事是我的副业。一开始也请问无啥会晓讲台语，即马已经知影台文字安怎写，家己嘛感觉真意外。伊讲其实学台语是一件真趣味的代志，而且卖互家己有创作灵感。去接触台语的时候，像我就有查到一个我觉得最特别，我还有刻出来，它叫扣扣。对，那就是我婆婆常常会讲卖给扣扣，卖给扣扣，然后就会觉得说，当你有去接触的时候，你就终于了解说那是什么意思。做那个互相搭配。我觉得这个互动式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可以跟小孩一起玩，像这个亲子的互动，我觉得超级棒。创作到今已经有10年的经验，也请问讲，虽然这个过程有时阵会感觉有淡薄仔忝，不过将来唔捌想过要放弃，也继续做出各种独一无二的文创商品。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台南桂林的文书工作者伫桂林和关庙的交界，发现到真侪粗废片啊，甲汤老药为止。文化局会同地方人士做伙去到现场会勘，表示讲这个所在爱先列车追踪，要求地主暂时袂当动工，听候进一步调查。关庙宝东桥边仔的土堆，详细看会发现，这4架拢是粗废的碎片，而且数量真侪。地方人士认为，出土的粗废片拢是清代制糖用的糖漏，地主怀疑是互人乌白等伫遮。这是原早已经过来10档啊，60、70档啊，较叫这药也有人要车土角的，较叫来遮囤的啦。到底是本地的暗伫土内底，也是人摕来等伫遮？发现这堆汤漏的起色盒，其实伫附近的竹林佫发现一个窑。所以这很清楚，这拢是这堆地起的，所以有可能这嘛是窑口，还是讲送入口，还是排气通风口，那就是窑的一个遗构。根据卢泰康教授，我有请伊来会勘呐，伊看到就讲，这有可能台湾目前唯一仅存的糖肉窑。瓦肉窑。
齐世和是在地人，嘛是退休老师。伊讲，伊其实伫20几年前就发现这个所在，因为藏伫顶篮内底拢无公开，是最近看到怪手咧整地，废啊片拢出土啊，伊才赶紧请人通报文化局来勘查。现场的民代退休老师拢希望会当维护甲保留。确实有一寡迄个陶类迄个残片，这个部分加上有发现过去属于迄个人为的构造物，就是开始譬如造口的这种形貌的物件，啊，阮就慎重起见，我们就做一个列车追踪的这样的决定。其实桂林地区正前捌发现13页遗迹，煞豆豆消失，这摆佫发现新的文化遗迹，表示桂林地区会当连接台湾的制糖产业历史。文资处表示，会向文化部争取经费，进一步调查，请地主伫1档内暂时莫开发。记者陈家文为做台南报道。伫咧替台湾翕相收集国土影像资料的林务局东林航空测量所，对1959年航空测量队正式成立了后，替台湾的山林建构出真丰富的相片资料。为着要互民众会当了解因的工作内容和成果，东航所就举办一个立体的相片展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透过镜片看到相片囡仔，大家感觉真深实。因为这一张一张的老相片，经过特殊镜片，拢呈现出立体的效果。用这样子很特别立体的方式，然后可以吸引小孩子注意力，看他们都很有兴趣的看每一项图。因为我们拥有非常多的航空照片的含量，那我们配合当地嘉义这边的丰富的林业文化，我们这样子搭配起来，那我们再搭配出来说，我们有一个立体感的呈现，让民众有不同的感受。农林航空测量所利用空中翕相的技术，替台湾记录真侪国土资料。因透过加工，互相片有立体化的效果。为23这天开始，小连续2礼拜，拜5甲礼拜，伫家己制裁所举办历史相片立体化的展览。搭配讲述，然后有图像的部分，能够让小朋友一起去配合的时候，可以让他们更快去了解，比如说我们嘉义市的一些风俗民情，或者是甚至之后台湾的、世界的。好，这些都可以去做延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展览中特别找到了30-40年前嘉义制裁所，还有阿里山沿线的几个车站的过往的场景，30-40年来它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可以透过这个展览，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展览唔但有阿里山沿线车站的空中翕相，阁会当看到1983年阿里山新木野国地的相片。农航所表示，北海关区未来嘛有可能办相像的展览，希望民众透过这些相片，会当更加了解台湾这片土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台湾引进外籍移工已经有30多档啊，即阵国内已经超过71万位移工。即马民间团体也邀请移工用因的母语写文章，请台湾的学生将伊翻做是华语。社区大学学生替因画图做艺术品，希望透过正人的拍拼，将移工生活卡点记录落来。Tragedi 98 membuatku menjejakkan kaki sampai di negeri Formosa。用印尼话把这篇家己写的号做思念的诗读出来。11年前，印尼籍的木经过印尼白花事件了后，来台湾做家庭看护工，重新过日。伊也讲出离乡背井来台湾讨食，加在有行动的权利甲自由。如果我一个人，我很难过。悠悠卡会带我去很多地方。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我语言不懂，然后我想回家，我想印尼。思念故乡的心情，透过文字将伊变做奋斗的能量。菲律宾一个家庭看护工 Rose， 伫咧台湾食头路7档啊，已经靠家己的双手，伫咧菲律宾有家己的厝，互伊的囡仔有实践梦想的所在。Before my dream is to be an engineer, a painter artist. After that, I didn't reach them, and I came Taiwan to work and. Also, the culture of Taiwan, I like it. So I want to stay in Taiwan. 13对越南、印尼、菲律宾来的移工用母语写文章，代社工系学生斗翻做华文，永和社区大学的画图班成员这个甲因画出来，就望移工的故事会当伫咧台湾有更较侪连接。
过去咱拢的作品就是伊个外籍移工，伊就家己做写伊的物件，还是做伊的代志。啊，咱台湾的雇主袂，所以伊家己就创伊家己代志。要毋过伫即个创作内底，当共同来成就一个就水的即个图面。我感觉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未来台湾在依赖移工的这样子的事物上面会越来越多，因为台湾已经变成少子化的第一名。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不仅让他们抒发心情，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台湾人更了解、更认识他们。台湾引进移工30多档，一阵国内有超过71万的移工。透过这款的工作坊，移工有分享和创作的机会，也让人看到因唔单单是咱重要的劳动力，嘛是台湾社会的一份子，共同在咧促进社会进步。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是台湾头一个专门协助含冤路甲民众甲家庭的非营利组织。因即阵仔也当咧举办巡回公告书活动，透过自动绘本向家长含囡仔表达偏见可能会造成一个人含冤路甲嘅司法不公平。你已经知道凶手是谁？很简单啊，凶手就是住在球球家旁边的大黑猫。儿童绘本的故事引起囡仔各种讨论。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透过故事当中，因为偏见造成的误会，说明司法冤判的原因。在外面可以在外面生活，你突然被关到监狱里面，你会有什么感觉？伤心，很伤心。为什么伤心？无辜者行动联盟举办巡回公告书的活动，透过儿童绘本，希望家长甲囡仔了解偏见、歧视、无公正的态度，拢是造成司法冤判的重要原因。希望囡仔自细汉对这个问题的声音都有认捌，会当有正确的观念。我觉得这样议题还蛮特别的，然后我希望孩子，如果当在学校碰到什么问题，也可以不要被误会，然后也不要随便去误会别人。对，所以就想说带他们来听听看。前年的时候开始在国小去做宣导，那今年是希望可以再把年龄层往下拉，就是透过比较诙谐易懂的方式，让孩子透过绘本，然后能够去想象一下被人冤枉是什么感觉。协助受到司法冤判的无辜者甲家庭的台湾无辜者行动联盟表示，冤枉人的司法破决，即站也是不时的发生。因希望透过不断的教育甲宣导，减少无必要的歧视，嘛减轻无辜者甲因家属所面对的负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9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8度到28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嘉豪，咱再会。